시제가라 기름 갱고르게 제외외로 유제님하고 야외되고 은이 센세고 그 유를 무시하나 차자 여원이 능력상 주게 야센다의 주인수 간전로라 제외가 유게로 소재 제샤 야외동대 님의 뒤수 내는셔를 쳐줘 가모바지 스승용으로 뜬번이와 대란주 大家好，那么今天呢是我比这个达波噶举教派的创始者法王法尊众护主达波梭囊仁谦，也就是冈波巴大师的圆寂纪念日。达波仁波切也是冈波巴大师，他的出生地是西藏的卫藏，就是列这个地方，那是在山南这个饶波九地当中，那现今来讲就是属于龙子县的这个叫列堆村这个地方。那么他出生的家族叫做尼氏这个家族，那父亲名为尼氏拉杰장바，母亲呢名为修摩萨策江。那他们有3个孩子，那么他是第2个孩子。那他诞生的时间呢是诞生于这个土阳年，是西元1079年。在帕木主巴撰写的冈波巴大师的这一个传记叫《传记祈请》这样一部传记中提到，自从土阳年降生直至离开化身境，无量殊胜希奇相，于此略说，请静听。有这样一段记载，所以里面记载了这个他出生的年份。那达波仁波切他有许多不同的名号，像妙花月、月光童子，然后月光床、卫藏法师、尼氏的大师、达波拉杰、比丘持金刚占卜称、冈波巴大师等等哦。那这次因为时间关系，那没有办法很仔细的去讲解他的传记，但是我会尽力的对于大师的一些特殊的行仪传记的特殊的一些几个部分做一些说明。那首先那要讲的就是冈波巴大师他年轻时候他是精通这个医术的。那主要也是因为达波仁波切冈波巴大师他的父母就是医师，那从小他也就有机会医治许多著名的医生，像是后藏的拉杰乌塞，还有印度的一位叫无生医师，还有藏巴比吉门寻等等，共10多位医师。据说呢，他尤其是精通治疗这个头痛。由于呢，医生他是行医利他，所以呢，他也得到了这样一个名号，叫做比丘错切，也就是医生比丘这样的一个名号。那么他在医学方面也有许多的学生，其中有一位跟随了他18年的学生，也成为他的主要的传承医学上传承的弟子，叫做祥氏缅那巴，祥缅那巴。那达波仁波切为了他著有一部医典，叫做珍宝大海，或者一般称为叫达波灵心教言。那么之后呢，这个传承分为2个，一个就是从祥氏缅那巴传给了玉陀萨玛云颠滚波，所以后来17世著名的一个藏医专家叫做杜马格西丹增彭措，他就说所有藏医的传承
源头都是冈波巴大师，所以他是可以说是藏医传承的一个主干。那么在依据杜松前巴问道录的2篇传记，就冈波巴的传记还有帕木主巴他所撰写的6法传承，还有一个教研精髓分类摄要里面的记载就有关冈波巴大师一些记载，就提到说，列帝至尊师如山坚定性26岁时圆满增上界。这里提到就是冈波巴大师在26岁的时候，在达波地区的这个荣冈，或者说叫中卡这样的地方，他在格西马语巴、洛甸谢拉、上松巴、喜饶宁波和米迭瓦长春森巴这样3位上师跟前呢，那他就同一时间就圆满的领受了这个沙弥和比丘戒。那冈波巴大师他的这个戒律的传承，那是属于这个东律，也就是传承自净命论师的这个戒律的传承。他出家的法名就是索那姆仁谦，意义就是叫福德珍宝。同时呢，他也跟随了格西长秋森巴学习了止的禅修。那5-6天期间就升起了很好的止的觉受。之后呢，感受不到日夜的更迭，不用吃喝，也不感觉到饥饿。后来呢，据冈波巴大师他自己的记载说，后来呢才发现原来已经就这样过了13天了。那么一般来讲，噶举3祖师当中像马尔巴大义师和密勒日巴尊者，他们是在家众，而他们的弟子也以在家人或者说我们说惹巴或者布衣行者为主。但是从冈波巴大师开始，这个噶举派就成为了以僧团出家人持守弘扬这个佛教为主。在第3世噶玛巴让中多杰编辑的密勒日巴尊者的一个传记，这黑宝藏这个传记中就有这么一段记载，就是在记载冈波巴大师到了密勒日巴尊者跟前之后，有一次尊者就对他的惹巴弟子就说，他说这个冈波巴大师就拉杰敦巴他会利益很多众生。昨晚我梦到有一只黄色的鸟飞到了卫藏，然后呢就飞到了一座大的山的山顶，就停下落下了。然后之后呢，再从四周各个地方就开始聚集来非常多的大雁，然后突然间呢，这些大雁又各自的飞离开了。这时候每一只大雁呢，又各自呢就带着500只的大雁，就好像是侍从一样就带着500只大雁。结果呢，好像放眼望去整个满山满谷尽是这种黄澄澄的一片我是一个瑜伽士，然而我未来的所有弟子们全都会是出家人，那我也算是为整个这个佛教做到了贡献。所以这就是当时算是尊者的当时的可以说是一段很清楚的一个授记对冈波巴大师的一段授记。那么接着冈波巴大师28岁的时候，他就到了乌鲁这个地区的北方，也就是现在大概是彭波县地区。他学习噶当的教法，他依止过非常多噶当派的上师，像纽荣巴、贾允达、贾加日瓦、格西哲巴、贾于瓦等等。那么但是呢，在他依止纽荣巴这个格西纽荣巴尊珠港村学习噶当派的教法，尤其是领受菩提心戒之后，冈波巴大师自己都说，从那时候开始就从未失去过世俗菩提心。在冈波巴大师对大众的开示集叫功德荟萃中就记载说，因此世俗菩提心至关重要，
它从一开始就必须要具备，因为没有菩提心的话，就不是大乘法。接着过程中也必须具备，因为如果没有菩提心，就会陷入轮回。最后也必须具备，因为没有菩提心就无法现证二身。这里的陷入轮回的轮回，是属于解脱庄严宝论里面所形容这种大的轮回哦。这里的解释属于那种大的轮回，所以可以这里看到他切身的体会，说出菩提心有多么的重要。那这里他医治格西牛绒巴只有8-9个月的时间，但由于呢他需要跟很多人处在一起哦，他发现自己的禅修有所退步。这当时呢，他就听说呢，有一位格西贾允达不收什么弟子哦，总是一个人会在近处极近处进修，所以他就觉得说要前去拜见他。那么到了贾允达那边，身边的确人很少，贡波巴大师心也变得平静许多，禅修也得到了进步。那时候贾允达就跟他说，我会将这个阿底峡尊者甚至没有经过格西敦巴的殊胜的口诀，像是佛陀直接亲传一样的直接传授给你。所以说完呢，就将传承自这个滚巴瓦的具四性相的口诀呢传授给他。所以在之前的这个止禅之上呢，他又升起了观的这种禅。这位格西贾允达呢，他是当时上乌鲁地区呢，可是噶当派大师当中可以说修正最高深的一位。而冈波巴大师那里记载说，他也达到了和他一样的证悟。同时呢，他也因为跟随扎允达呢，学习了道次第、观修无常因果业力和轮回过患这些教法。据达布仁切他自己的说法，冈波巴大师说他自己的说法，他也因此变得非常的，可以说非常的断舍离哦。这使之前禅修上的各种乐名的觉受变少了，取而代之的都是这种无常和厌离之心。总之呢，达布仁切应该那时候医治格西贾允达大约有3年的时间。依据只供几天诵功的说法，这个达波嘎句呢可以分为3个传承，就是见解传承、行持传承和口诀传承。其中见解和行持的传承来自于噶当派，其中见解的传承就是传承自格西贾允达，而行持传承来自格西牛绒巴。那么这里见解传承来自于贾允达，这是什么意思呢？那么就是贾允达呢，他曾经听闻过阿底峡尊者直接传给这个贡巴瓦的这个见解传承，而阿底峡尊者我们知道他特别喜欢中观应成派的思想，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这或许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很多人认为达波嘎举的思想需要符合中观应成派的原因就在这里。而在达波嘎举修行证悟次第上很重要一个词汇四余切，这个最初呢也明载于这个阿底峡传授给贡巴瓦的大手印的教学当中。所以我想这也是代表了贡波巴大师的这个思想和这个阿底峡这个传承是有关联性的这样一个佐证哦，就大手印的关联性一个佐证。一般来说，冈波巴大师的思想见解传承不是只有噶当派这一脉而已，还有密勒日巴的传承的。像是尊者就对冈波巴大师唱出见者自观自心之谓也这样的道歌，还有空性的4种错误等等这些在达波仁波切他在自己为弟子授课的时候也一再强调过这些尊者教导他的这些重点。总之呢，对于大众的课程
贡波巴大师会教授噶当派的道次第，对于少数特殊的弟子，他会教授大手印的禅修，而这种教学方式可以说是他创新的。他就曾说，现在对人产生到一点帮助的都是噶当派的教法，教导很多那洛巴的法，如果没有噶当派的教法为辅，利益呢是很小的。而且他还说过，要重视噶当派的三世父道次第的修心这种练心方法，如果缺乏了这种的锻炼就算升起了一些不清不楚的见性但只要对于像是亲眷啊、地方、金钱、物质升起了一点贪着，那你就只会往下沉沦你不可能会往上的。因此要舍弃今生，记得一切经验的显象因身，记得一切经验到的显象因身都是梦幻泡影，然后要修炼慈悲心、菩提心，那么就算没有见性，那也会往上提升，不会往下沉沦。所以你可以看到贡波巴大师他是非常重视噶当派的这些修持的。尤其最近看到一部在西藏发现的就是没有收录在丹珠尔当中的一个古本，一个文献，据说是阿底峡尊者所写的菩提道次第，内容主要就是三世父道次第。开头呢，从转心四种思维开始，正行呢是止观，最后讲说的是果位事业，全文是记文体、记诵体的。那时候我看的时候，感觉呢就好像在阅读一本噶举的著作是一样的。所以这个阿底峡尊者的口诀和达波噶举的很多的教言是有很深的关联性的，从这里也可以感受得到。那么大家也都知道，贡波巴大师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位上师就是密勒日巴尊者。在贡波巴大师还没有前往卫藏之前，他就依止过一位格西叫长丘森巴，他就是尊者的弟子所以也跟随他学习过密勒日巴的一些禅修口诀。在7天当中，他也升起了这个止的觉受，所以他有过这样的禅修经验。然后他再到然后到了这个乌ru卫藏，然后一直格西加允达，进一步又升起了观的山庙觉受。就来看，可能是有进入到这个九郎，就是加行道。但是似乎还没有真正升起这种见道的这种真实的了悟吧，就按照这里面的记载来看。所以接着，虽然贡波巴大师他听闻了密勒日巴尊者的名号很久，但是一直没有机缘见往没有机缘去见到尊者。他也觉得如果今生没有见到会后悔的，所以他在31岁的时候就下定决心要去见尊者。他路程花了将近4个月的时间终于见到了密勒日巴。那他就主要跟随尊者学了这个以着火为主的这个密法的口诀。那么他在尊者的身边主要只待了13个月之后就回到了卫藏。所以尊者传授贡波巴大师非常多的殊胜密法。然而更重要的是，真正让贡波巴大师证悟的那个最重要的因缘，其实就是马尔巴密勒日巴父子传承的这个加持，同时再加上了贡波巴大师他自身对于密勒日巴还有噶举派特殊的信心还有重视，而且不仅如此，更加上他自己的一种使命觉得有传承噶举教法责任的这种使命。这里也很重要的就是郭义师在清史中就有写到，所谓吉祥达波噶举不是文字的传承，而是实义的传承。实义指的就是了悟无垢大手印的传承。从哪一位上师得到大手印的证悟，就要将那位上师视为根本上师。
那么冈波巴大师在一个论集叫《甘露曼》当中也这样说：如果不具备上师的加持，无论你怎么做，都无法观察到、抓到或停止自己的心念。同样，无论你怎么做，都无法舍弃、破除你的显象。因此，想要累积资粮、净除罪障、消除障碍、开悟、制服显象、圆满自他而立的人，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承事祈请上师。另外他还开始到说，了悟心性不能只有口诀，一定还要得到正悟上师的加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想要了悟实相就一定会需要具得上师的加持。所以冈波巴大师他自己也是当时依止了非常多西藏著名的这些上师，学习了非常多的口诀。不仅如此，他自己还在列地区的斯瓦隆还有沃卡这些地方，他真的精进实修，像是着火等等这些禅修法门、修行法门，最后也了悟了心性，证悟了法身。后来呢，他这种将他自身禅修经验直接赤裸裸传授给弟子的方法，就称为叫做大手印具身契合。一般来说，马尔巴密勒日巴的大手印教学方式主要是以密续内容为主，而且呢多是教导六法，很少呢另外会传授大手印。但之后由于冈波巴大师开创了这种新显称大手印的教学，那这大概就是方便到纳洛六法还有所谓的解脱道大手印这样两种名称的由来。噶玛巴米觉多杰的一段文字中有这么一段形容他解释到说，对于梅基巴大师的不作意中观，藏传佛教有3种不同的解释。一是强调其声明密称中观义而作修持，一是强调其甚深显称中观义而作修持，一是强调其假象为是的中观义而作修持，有这3种。那么其中马尔巴和密勒日巴2位大师是具备其前面这两者而作修持。那么其中显称中观特别是被冈波巴大师强调而用于这个修持，而这个方法只是被安立了一个无上密的名词大手印，实际的内容呢是显称离系空性的中观思想，同时间呢间接阐述出共与不共的显密的究竟甚深要义，就是如来藏思想。那么梅基巴的弟子莲济杰别朵戒撰写的十真实性书中也写道，本直波罗蜜符合于密咒，名为大手印，说明此法具备了这样的3个特点。而贡波巴大师、具德帕莫主巴、吉天颂公、直贡巴等大师的也都说，5等大手印的典籍就是弥勒菩萨撰写的这部大乘宝性论。所以可以看到米觉多杰这一整段的说明也都呼应了这个前面的说法。同样在第8世法王的大手印论集中也有这样一个说法，因波罗蜜多乘和共同的止观教学方法，还有阿底峡传承下来的菩提道灯论的口诀，仲敦巴和贡巴瓦等大师的具身契合法，有这样的一个法。那么这样的法呢，被冈波巴大师和护主帕莫主巴他们呢，为了让末法时代那些喜欢高深乘法的众生，为了让他欢喜，所以因此呢，将这样的法取名为大手印具身契合。所以从上文就知道就达波传承的大手印的法门，其实是传承自噶当派，有这样一种说法。但是呢，你可以看到，这和这个竹巴、敦谦、贝玛嘎波等等大师他们是认为，是达波噶举的大手印法是从密勒日巴尊者传下的说法，这样是有一点不同的。但是一般来说，冈波巴大师的这个
大手印的传承，我们说从密勒日巴尊者父子传下来的是有这样子密乘的口诀的传承的，也有从噶当派上师贾允达等大师传承下来噶当派或者说显乘这样的口诀，也有这样的传承。还有来自于贡波巴大师，可以说他自心修持的正悟法门也有这样的传承。所以说贡波巴大师大手印这个传承是具备很丰富的传承，所以我觉得不用刻意去证明或说它一定是属于某一个传承，然后或者是一定要说它一定就不是属于某个传承。那么还有在贡波巴大师之前，或者说在他同时期，有许多的大师，像噶举派来说，在他之前有马尔巴、厄巴、密勒日巴尊者等等。那么还有同时期的这样子大师，或者也有萨迦派有卓咪、萨钦、贡嘎宁波，还有宁玛派有大小素等大师哦。这些他们大部分都是主修密乘密宗的大师，而且都是在家人。而当时藏传佛教的主流可以说是噶当派，他们是以戒律还有这个波罗密乘显乘修持为主，而且同时他们不准许公开修持密法的。但是呢，贡波巴大师他在16岁的时候就已经学习过像是传承自桑嘎义师父子的圣乐金刚还有喜金刚等密教的灌顶，还有这种密续教授。而在见到密勒日巴尊者之后，也得到过一些圣乐金刚和金刚汉姆的灌顶。那在很多记载里面也的确看到，他并没有跟随密勒日巴得到很多的灌顶，并没有，但是他的确非常完整的学习了那洛六法圣乐耳传的口诀，而且这些教法传承至今没有中断。那么他也一直很多噶当派的善知识学习修炼道次第这种修心练心的教法，而且他也从来没有舍弃过噶当派的服饰或者说这种戒律的行止哦，而且他也一直以这样子的身份带领弟子，而且他教导弟子大手印之前会以共同道去培训教导弟子，这种用道次第的方法带领他们。我们看到他在教导杜松前巴，最开始杜松前巴怎么样医治他的过程，这一段故事我们就可以看到他是在这样子带弟子的。所以在当时大家都知道冈波巴大师就是这样一位兼弘这个显乘和密乘的这样的一位大师。所以冈波巴大师他是很善巧于这个带弟子的，所以他也培养和调教出非常多有成就的弟子。所以在西藏有这样一个名词，就是指引心性。所以觉囊派的大师达拉纳塔也赞叹说，西藏指引心性这么出名，都是因为有达布仁波切就冈波巴大师他的教学方式，因为大家仿照他而让指引心性变得这么出名。总之呢，他带出了非常多的弟子哦，有4大持有传承弟子、4大成就弟子、4大星子、4大清净弟子、进驻弟子、4大进驻弟子、4红光身弟子等等。然后从达波熟直哦，就传下有帕珠噶举、冈桑噶举、巴荣噶举、猜巴噶举这4个。然后从帕珠噶举再传下的有直贡、达隆、主巴、绰钵、玛仓、野巴、雅桑和羞涩噶举等等，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4分跟8支的噶举派。那相信大家就也都知道，噶举派这样一个法脉和宗派，在这样的雪域藏地的藏传佛教历史上啊，对整个这个藏传的藏地的佛法各方面都带来了很深远的影响。觉囊达拉纳在他的一部著作当中提到，大手印具身契合从那洛梅济传自马尔巴的时候，这个口诀呢还只是一个种子，它还没有完全的开展出来。五比达波拉杰就是冈波巴大师，当他得到密勒日巴尊者的授记，然后
然后被告知要强调着火而官修，然后他在列这个地区，就塞瓦隆6年间政务开展，然后在沃卡3年期间圆满了了悟实相。他知道除了大精进的行者之外，对一般人讲说没有什么利益，因此很多年都没有对任何人讲说，只对少数人，像是缺庸瑜伽士说过。因此就像一盏灯点燃另一盏灯一样，灯灯相传，无尽蔓延，然后接着毫无困难的就出现了众多得到究竟证悟的弟子。那么今天呢是冈波巴大师的圆寂纪念日，那我们有什么样的文献可以证明就是今天呢？首先我们从帕莫主巴和杜松前巴要从他们来看，因为他们2位是冈波巴的主要弟子，尤其帕莫主巴在冈波巴大师圆寂之后还继续住在达拉冈波。在杜松前巴问道录中就记载，7年夏月中14夜为样，尊云不服药，由于些许缘，在展孝言15日圆寂。所以这里说在鸡年的这个应该是对，这里说15日，这里说圆寂。同样在帕莫主巴撰写的很著名的冈波巴的一个传记祈请，这当中也提到说，屈往利他念起时，水鸡6月15日，大师示于法界中，入涅之尊我敬礼。所以其中的这些年份、月份、日期都写得非常清楚。这里水鸡年就是这个西元1153年，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一年的这个是在藏历6月15日圆寂这是应该是没有争议的，写得很清楚。那么而我们在上师的圆寂日，那么尤其是这样一个为了可以说调伏弟子而做出不可思议示现的这些日子如果我们能够发自内心意念上师，然后积资进账，将能够更积聚更大的福德，尽出更多的罪障。金刚密意序中就提到说，圆寂年月日，确认无误矣，何者行供养，圆满福资粮，亦得享富饶。所以在上师特殊的这些示现的日子，我们如果能够祈请供养的话，会有特殊的功德的。那么之前冈波巴大师在世的时候，他曾经对于洛奔贡巴、乌塞大师、格西康巴等总之弟子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他曾经说过，所有辛苦的这些事情我都帮你们做完了，所以你们呢，你们不需要再辛苦了，你们呢只要祈请就可以了。所以这是大师曾经做过这样的承诺所以我们如果深切祈请的话，虔诚祈请的话，我们是一定能够得到加持的。尤其达波仁切冈波巴大师曾说，所有未来想要见我但是无法见到的人，可以阅读我写的《圣道宝曼集》、《解脱庄严宝论》这些著作，那么这和真的见到我是一样的了。所以无论是在平时，那么尤其是在今天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我们应该多阅读这个冈波巴大师的教研集，或者这里说的《圣道宝曼集》、《解脱庄严宝论》，我们应该多去阅读这些著作，去阅读、去思维跟研讨，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我想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